上！你别捣乱，雪姐姐，把你的手往前伸一点。姐姐你好棒啊！认真点。哎，樊姐姐这样不错，非常标准。干嘛呀，叶哥哥？你想刺死我啊？我跟你说话呢。美人87、88、89、90。谁？知府大人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我这银库有9道机关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这9道机关在我眼中简直犹如儿戏。至于我是谁，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的银库当中放了这么多朝廷调拨的河堤工程款，你却贪污克扣，不肯发给那些累死累活的民夫。这牛头山的山匪一定是怕了咱们啊！这山寨都不要了，都逃跑了。可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，会不会他们跟咱们玩空城计啊？哎，报告将军，粮草库失火！什么？粮草库有重兵把守，怎么会失火？小的也不知道，火势太大，咱们根本控制不住，请将军速速回营增援。走，撤！美人，把最新的军事装备图册交给我吧。好，没问题。抓住他！这位师傅，这就是采花淫贼花太岁。这是大清工匠设计的最新军事装备图册。清军包围了牛头寨，牛寨主飞鸽传书求救，这是牛寨主赠送给咱们明珠谷的信物。牛寨主说了，从此以后愿听从我们明珠谷的号令。好了，现在到你这个大师兄了。诸位师傅，徒儿身为大师兄，理应给师弟师妹们做好表率，
所以这次特意完成了2份作业。哦，这第一份便是诛杀川南恶霸南霸天，第二呢？这第2份作业便是惩罚同州知府徐国庆。义父，这徐国庆虽然克扣了朝廷的工程款，但罪不至死。更何况他还有9旬祖母跟7旬老母在逃，所以我只是逼他发放了克扣的工程款，砍下了一只左手，以示惩戒。很好，太子处置的十分得当。孩子们，你们都通过了各项考核，可以出师了。接下来，我会有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。哎，易欢呢？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从来都没来过这个地方？难道以前有人住在这儿？这缸里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原来是野山葡萄酒啊！这还有野山葡萄酒呢。我回来了。你跑哪儿去了？大伙都快急死了。有什么可着急的？我都这么大个人了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爹，你就知道游山玩水，不务正业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师哥师姐们都已经通过考核，可以出师了。真的？恭喜各位师哥师姐了。薛姐姐，那你到江湖可什么事儿都得分享妹妹一份，好吃的好喝的都得给我留着，知道吗？没问题。就你那3脚猫的功夫，跟着你师哥师姐们，还不是拖累他们？才不会呢！你也太小气了吧！师哥师姐才不会呢，他们会有福同享，有难独当的，是不是？大不了他们打劫，我站岗；他们吃肉，我喝汤嘛。就知道油嘴滑舌，懒得理你。马上跟我回去，过一个时辰，面壁思过。贵就贵。走了。你又去山上玩了？你不知道山上有野兽出没吗？很危险的。哎呀，你怎么跟我爹似的？哎，不过我在山上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。你呀，就知道玩。什么好玩的地方？也不知道是谁在那个山洞里啊，放了一大缸葡萄酒。真的？不许再去了。徒儿参见各位师傅。师傅。你们听着，出师之后，我要你们完成的第一个重要任务，就是寻找当年崇祯皇帝留下来的一个铜匣。
这个铜匣关系到我们联盟的一个绝顶机密。本来这个机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但是现在是时候把它说出来了。你们一定要切记，每个人都要守口如瓶。徒儿明白。徒儿明白。当年崇祯皇帝自尽前几年，他就预感到大事不妙，所以提前做了准备。他把皇宫中还有国库中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都集中起来，命心腹之人藏在一个隐秘的地点，并制造了一张藏宝图。藏宝图？那我们找到了，是不是就发财啦？除了这些用以光复大明的财宝，崇祯皇帝还秘密筹建了3个基地。这第1个基地现在在台湾，由延平王郑经领导；2号基地就是咱们的明珠谷，由我和谷主陈胜男来领导。这第3个基地更隐秘，连我都不知晓。崇祯皇帝把这3个基地的资料，还有派遣到全国各地潜伏的大明义士名单，制作了一本小册子。晋王，那现在这个铜匣在何处啊？清军入关以后，这个铜匣很可能落到清军手中。不过，他们不知道铜匣的秘密。当年崇祯皇帝集结了大明王朝所有能工巧匠，为这个铜匣制造了3道机关。要想打开铜匣，必须有3把金钥匙同时插入，方能打开。如果金钥匙不齐全，想要强行打开铜匣，就会触动铜匣的机关，那么藏宝图和名册将会被损毁。那这3把金钥匙，这3号金钥匙上面有翡翠饰物，是在台湾延平王郑经手中。这第2号金钥匙上有玛瑙饰物，本来是张献忠所得，后来落到了我的手上。这第1号金钥匙上有白玉饰物，当年由永历帝亲藏。当年我父皇被吴三桂所弑，那1号金钥匙应该落在了吴三桂的手中，只是不知道是否交给了清廷。此番你们出谷，有2项重要任务：第一是想尽一切办法找到铜匣和金钥匙；第2就是联系天下义士，挑起鳌拜跟康熙之间的矛盾，引发清廷内乱。请师傅们放心，徒儿一定尽最大努力，将2项任务一一完成。好，此番你们出谷行动，一切都听太子调遣。太子，你就不要再用真实身份朱慈轩，而是用化名李建清。大家也不要叫他太子，而称他为大师兄，明白吗？记住了。记住了。 2项任务都要先去京城，你们回去收拾一下，明天一早就出发。去京城啊？太好了！从小到大我就知道京城是全国最繁华的地方，带我去吧。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你平时不学无术，吊儿郎当的，武功暗器、奇门八卦、18般武艺，样样稀松，所以你继续留下来，跟你的师弟师妹们继续学习练功。这不公平！哎呀，爹，你就让我去吧，我在谷里闷得快要烦死了。我跟猪哥哥、雪姐姐一起完成任务，行不行啊？是啊，大师傅，您就让一欢跟我们一起去吧。是啊，让一欢一起去吧。大师傅，就让小师妹跟我一起走吧。爹，太子，你是这次行动的总负责，那么一欢是留在谷中，还是跟你们出去一同执行任务，都由你来决定。猪哥哥，从小到大你最疼我，是不是？你肯定会同意我去的，是不是？啊？欢妹，此番我们出谷要执行的2项任务都事关重大，我要对全局负责，更要对你的安危负责。所以啊，你就乖乖留在谷中，继续游山玩水，逍遥快活吧。等我回来，给你带好吃的。爹及诸位师傅在上，一欢历来胸无大志，唯愿吃遍天下美食，穿遍天下美衣，还有找齐珍贵药材，配出冰肌血肤养颜膏，治好倩影姐姐的脸。还望诸位师长原谅一欢违禁出谷，待实现3大愿望之后，一欢再回谷，负荆请罪。
常常夸耀这个机关有多难多难，还不是被我2、3下就搞定了？李一欢，你真是个天才！范先生，你立刻飞鸽传书给太子他们，告诉他们，一环已经出谷，让他们务必保护好一环。既然晋王担心公主的安全，为何还要故意简化机关，放她出谷呢？晋王，7年前，当时我逼不得已，就自作主张，就把公主跟你儿子给调包了。7年前，我亲手射杀的女儿，竟然是我大明朝最后一个公主。我李定国罪孽深重啊！不，公主尚在人间。当年你那一箭，刚好射中皇后送给公主的玉佩上，所以公主毫发无伤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带着她隐居在明珠谷。现在远在台湾的太子，对我们大明的志士们来说，是极大的鼓舞。如果让他们知道，大明皇室只剩下一个公主，恐怕他们就没有复国的斗志了。如今世上，知道太子是你亲生儿子，一欢才是大明最后一个公主的人，就只有你我2人了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传信给延平王，让他把太子送回来。就说先帝留下遗诏，让太子跟我女儿一欢定亲，这样他们所生的子女也算是大明皇室血脉，我们也算对得起先帝了。好，这安排甚好。一欢是先帝留下的唯一血脉，只可惜他生性懒惰，又贪图享乐。若一味保护，不让他历练，先帝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的。晋王真是用心良苦，但愿他此次京城之行能有所长进。你看桃仁，好看，好这个。哎，卖鸟嘞！哎，您看我这鸟。鸟儿应该自由的飞翔，不应该在笼子里。哎，您干嘛？对不起啊。师傅们都说清甜无道，民不聊生。可为什么京城又如此繁华呢？难道是师傅们久未出国，已经不知道这个世界变了吗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让让，让开，让。哎，小孩儿，哎，干嘛呢你？啊？对不起啊。不妨事。是，少爷。哎，他们要把这些人押到哪儿去啊？还能去哪儿？当然是菜市口了。菜市口？
卖菜的地方。哼，菜市口你都不知道啊？菜市口是朝廷行刑的刑场。那他们犯了什么罪啊？那车上还有婴儿呢，也要被砍头啊？哎，他们可是前明的余孽，口口声声要光复大明，这都是特等的大罪，是要诛九族的。当今皇上这么残暴，诛九族，怪不得这些人要光复大明。我说臭小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啊，你信不信我？哎，这位小兄弟，不过随便说说，不妨事。是。小兄弟，听你的口音，不像是京城人吧？第一次来。来京探亲访友的？算是吧，主要我想看看紫禁城长什么样，再吃点京城的美食。如果有机会能看到皇上长什么样就好了。要瞧紫禁城容易啊，远远的看一眼也就是了。要是京城的特色美食，京城第一酒楼一定能帮你满意。但是皇上身居大内，可不是你想瞧就能瞧见的。瞧不见就算了呗，我也只是好奇而已。哎，你们说那暴君是不是长得青面獠牙，极其恐怖啊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啊，你又没见过皇上，凭什么说皇上长得青面獠牙？还诅咒说皇上是什么暴君？你找死啊！本来就是，我虽然没看见过皇上，可他动不动就株连九族，连生下的婴儿都不放过，不是暴君是什么呀？你要再敢胡说，我就把你……可我听说，当今圣上年少，虽然早已亲政，可朝政依然把持在辅政大臣鳌拜的手中。你说的暴政，可不关康熙皇帝的事儿啊。你说的这些啊，我都听不懂，但我只知道，皇上贵为天子，就要为老百姓负责，既已亲政，还让鳌拜为所欲为。我看啊，他不是暴君，那也是个昏君。你要再敢胡说，我立刻……说的对，任由朝政把持在他人手中，不是暴君，也是昏君。瞧他那把扇子很是名贵，我还是不要招惹这种人为妙。